今次嘅演出單位呢，其實我都深思熟慮嘅。咁我又唔想每一隊樂隊玩3隻歌、4隻歌就完。咁所以今次就精選咗6個單位。今次演出，我除咗有幕前演出嘅單位佢哋嘅音樂之外呢，其實我幕後用一啲其實平時紅館嘅班底去高山嗰度做一次。希望可以將一啲以前即係音樂上可能係一啲樂隊可能係比較直接嘅音樂，但係想帶多啲影像上視覺上有多啲衝擊，咁所以今次都會諗多啲呢一方面嘅嘢。咁音樂我諗唔使多講啦，其實呢6個單位都涵蓋咗好多唔同嘅音樂類種，所以應該都係會好精彩。我諗即係都冇得唞啊，大家都。到時見。